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3月2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5篇，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8节，以弗所书第10章第4节到第10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宣告。本地今仔日想要来这个家己教会水南教会礼拜堂。但是因为住的所在甲礼拜堂无共款，所以伫礼拜堂的外面这牧师馆的所在来甲大家分享。伫教会节期内底，今仔日是宣告主的日子就是宣告主耶稣这个会通讲是大灾节期的上落尾的一个礼拜。再来，这个3月28号，的主日，咱就进入到受难周经文搁一摆来引用着路加福音第1章26节到38节的经文，就是这个天使对玛利亚的预言，用圣心要降临伫你的身上，至高的上帝的权要来庇荫你。因为迄个要生出的圣婴要称作上帝的囝。看你的亲情伊丽莎白，虽然年老，人讲伊袂当生，但是伊即马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因为在伫上帝要有一项代志做袂到，就是福音书透过宣告伊丽莎白伫年老生囝的代志，来说明玛利亚这个童女要生囝的事这是上帝的权柄，因为这个伫圣经所讲的，因为在上帝要有一项代志是做袂到的，上帝会当互迄个无法度生育的老妇人来生囝，也会当伫无的中间来创造迄个生命透过这个人的同工，透过道成肉身来享受迄个救恩。先伫以赛亚的预言中间讲代笔的子孙恁定会听，敢讲恁互人厌烦吗？还是要互上帝厌烦吗？主要亲自享受恁一个记号，就是有童女来怀孕生囝，伊要号名叫做以马内利。这是天使玛利亚所讲的预言的中间所提到的，伊将要生一个上帝的囝，这个囝是叫做上帝的囝，伊的名要号做耶稣，咱讲拯救者。这个天使已经对玛利亚来宣告，也正式对世界来介绍这个上帝的囝。上帝的救赎是世界人的救赎。但咱要对这段的经文来看，其实咱要爱怎样？这个毋是要放伫焦点讲耶稣降生的这个宣告毋是圣诞节是上帝救赎的宣告。特别是路加福音第1章，伊讲到这个伊丽莎白的事，这中间表达着讲上帝的救恩，互人脱离着这个人家己的困境。互迄个不可能的代志变成做有可能，所以上帝救恩就是安尼，互万项代志对无可能来变成做可能。只要咱相信，只要咱愿意甲上帝同工，因为上帝伫圣经甲咱启示讲，请着这个牛公羊甲山羊的血。是无法度洗清其人的罪，就是讲一般的这是限制，伊享受宣告耶稣来要叫做拯救，只有这个大祭司才会当互人的罪来得到赦免。所以头前牧师讲着讲，今仔这个经文看起来敢若圣诞节的这个经文但是事实上，今仔日毋是咧讲着降生的代志，是咧讲着救赎，讲着救赎。圣经的福音书中间其实有3摆做安尼的宣告，这个宣告伫
伫今仔日的经文咱所看到的，天使对玛利亚的宣告：你得要生一个囝，要称作上帝的囝。以外，咱有看到耶稣基督受洗了后，有天开，有声音，安尼来所有证人安尼宣告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3章17节。另外福音书嘛有记载类似就是咱讲强权福音啦另外佫一位的所在的宣告，就是对3个门徒所宣告的尔定，就是伫变魔山的顶悬，好那亲像看到摩西啦，看到以利亚啦彼得足欢喜的，但是事实上无看半人，只有看耶稣一人啦了后就有安尼记载讲话中间忽然间有光明的云来遮盖因，佮有写对云安尼讲，这是我会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恁着爱听伊。这个真是无讲拄则是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是我欢喜的。但是则佮讲，恁着爱听伊这是马太福音17章第5节的记载。所罗尾，咱要来延伸来思考，就用借着这个宣告来思考的2项问题啦当天使甲玛利亚宣告讲你要生一个囝，要称作上帝的囝玛利亚伊安尼回应，伊讲我是主的女婢，愿你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上，就是讲伊愿意成做上帝的同工来做这项代志，甲上帝做伙来完成伊的拯救。时常牧师爱提醒咱兄弟姊妹，这种上帝的心也时常邀请咱甲伊做伙同工。那安尼时阵，咱是毋是愿意？亲像玛利亚安尼共款，咱顺服谦卑，愿意做上帝的奴仆。另外一个所在是讲，就一个问题是讲，当耶稣伫洗礼了后。有圣神亲像钱降临，有声音天开有声音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是毋是咱伫洗礼时阵，咱互耶稣基督的血甲圣神来洗礼？是毋是咱相信基督，咱得到救恩？咱也努力愿意有一个好的见证，然后咱有一天会去互上帝称咱做，这是我的囝。咱做来努力。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25号。今天是在这个嘉义总会的水林教会。今天原本想要在他们礼拜堂来分享。但是我住的地方不是在教会里面，是外面的牧师馆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5篇，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8节，希伯来书第10章第4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第1章26到3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宣告。在教会的节期里面，今天的主题是宣告主的一个主日子这个是大概节期的最后一周，再过来的礼拜天主日呢，就是所谓的棕树节，那即将进入到这个受难周就再来就受难周受难日，然后进到这个复活节经文再次的这个引用那个路加福音第1章26到38节的经文，提到了天使对玛利亚这个生产的预言。圣经这样说：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的上帝全能要庇荫你，因此那将诞生的婴孩被称为上帝的儿子。看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她虽然年老，人家说她不能生育，可是现在她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
因为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情是做不到的。福音书透过这样的宣告，就是说伊丽莎白她年老生子的事情，我们说的神迹，那来说明玛利亚童女生子的事情的可能性，就是说上帝的作为啊。所以37节非常清楚这样的宣告，因为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或说另外的声音就是说，在上帝凡事都能啊。上帝能够使不孕的老妇人生孩子，当然就可以所谓的无中生有，在创造生命这个上面有他的作为，也可以透过人的同工来赐下救恩。那我们在讲的就是玛利亚本身哈。那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里面这样说到，他说：“大卫的子孙啊，你们要听。难道你们使人厌烦，还要使上帝厌烦吗？主要亲自赐给你们一个记号，就是有闺女怀孕生子。”这在以赛亚就已经预言的哈，并且要为他取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主同在的意思哈。这是天使向玛利亚预言所提到的，或是说所引用的哈。那以马内利或是耶稣都是在指明一个上帝的拯救。上帝对玛利亚的宣告非常清楚的，其实这也是向全世界宣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介绍哈。他是世界的救赎。今天我们要从这样的经文来看的，并不是要聚焦在所谓的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而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上帝救赎的宣告救赎的宣告，然后透过耶稣基督。特别路加福音提到的伊丽莎白生孩子的事情，表达了上帝的救恩，使人脱离了人的困境跟并且使人认为不可能事情在上帝的手中都变为可能了。上帝的救恩其实就是如此，就是使万事从不可能变为可能。因为呢，从人的献祭，那些所谓的公牛那些山羊的血是没有办法使人洁净无法洗净人的罪，不能使人进入上帝的国度。现在唯有靠着我们所谓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才能使人的罪得到赦免这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特别在希伯来书一直提到这样大祭司的一个概念圣经福音书里面有3次这样的宣告，就是说除了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的玛利亚得到天使对他的宣告说，你将要有一个孩子由你而生，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这个是很清楚的在宣告那另外一个是在耶稣基督他受洗之后天开了，有声音对众人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时候是天开了，然后有圣灵降下来嘛像鸽子一样。马太福音第3章17节的记载是这个耶稣受洗的事情。另外有一次是在对3位门徒宣告的，就是在变帽山的上面，他们好像看到了3个人，以利亚、摩西就在这样对话当中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话语之中说话之间呢，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而且有声音对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马太福音17章第6节那我从这样的3次的宣告，其实就在表达道成肉身的信仰。那我们延伸来思考的事情有2个，我们一起来想。当天使宣告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子就是说这件事情
他这个向玛利亚向世界宣告之后，玛利亚这样回应天使，或是回应上帝说：“我是主的婢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请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就是说，当上帝呼召玛利亚做一件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可是他知道那是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就回应了：“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不是说就让我生孩子，不是这样，而是说我愿意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仆人或是工具。我们是不是愿意也这样子？第二个，我们应该要努力成为一个被圣灵洗礼，因为施洗约翰说嘛，在我后面来的比我大，他将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圣灵降下来，就好像耶稣基督圣灵有降下来，有上帝住在我们里面，上帝的灵。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得到救恩。那是不是我们要努力有好的见证，到有一天被上帝称我们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们一起努力。